南投仁爱乡到下晡4点半，雨已经落超过600毫米，雨落的所在水冈山，明仔载继续停班停课。南韩连续发生3件杀人案，网络时又搁开始有人要模仿犯案，抢攻要杀人，要去总统因兜抗炸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杨毅这部头起先，赶快先关心洪泰状况。虽然这粒卡路是已经渐渐离远去，不过风向有关系会中南部的山区落大雨，这南投、嘉义、高雄拢爱特别注意。也若是东半部是爱注意火烧风的状况。宜兰早起真好天，高温挂局部的火烧风，伫三星测到37度的高温，民众伫室内拢感觉真敖热。很热啊，这个室内大概都33度左右。开冷气啊，我当袂动的。即马卡路风台我对北边去，向琉球的方向行。气象局伫拜五解除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不过伫季风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之下，中南部山区持续落大水雨。24点钟内，南投仁爱乡的雨是落无歇，部分地区要到700毫米。嘉义阿里山甲德甲累积的雨量嘛超过350毫米。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提醒南投可能会有超磅的大水雨。嘉义甲高雄是要注意会有大水雨。明天的白天以及晚间，可以看到中南部这一带持续性的都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雨势。主要的热区呢是分布在台中南投的山区，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在嘉义以南到屏东的山区。卡路风台离开台湾，现在日本东边的海面，阁有热带扰动的发展，上近可能会伫礼拜到拜一发展做今年的第7号风台蓝温。不过路线会向日本关东行，对台湾暂时是无影响。2-3天后，就是可能在日本的东南方海面还会再有新的热带扰动。按照目前整个预报的高压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它应该是会往这个日本附近移动，离台湾应该是蛮远的。天气分析师提醒，卡路风台可能伫这个拜6礼拜，搁一个影响日本 Okinawa。然后第7号风台若是形成，可能会伫后礼拜3了后影响日本的关东地区。最近若要去旅游的民众，都要注意风台上新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仁爱乡到下晡4点半，这雨是已经落超过600毫米。罗山温泉区因为有溪水涨起来，阁有土石灌入饭店，基本是赶紧撤离。而且因为阁有几落的所在有水泵栓的灾情，所以讲仁爱乡明仔载继续停班停课。大水夹土沙是一直冲落来，南投仁爱第14线往罗山的方向，土石甲规个车路拢砍掉，造成双向拢无法度行。入来到温泉区大雨阁一直落，居民为了安全，只好先撤离。来到罗山温泉区，当地塔罗湾溪是规个暴涨，场面真惊人，甚至有温泉饭店的地基规个拢冲到无去。另外一间饭店规个互土石和大水灌入来大厅，顿时惨重。溪流暴涨也没有问题了，因为以前都有疏浚啊，1楼就土石流啊，等到雨停再来清理啊，不然怎么办？伫仁爱乡立兴产业道路到89348公里处，因为大雨发生土石流，迄当阵这台拖拉机经过的时阵，规台染入去路公嘛无法度震动，好在司机已经家己脱困，但土石已经直要甲这台车抬起来啊。另外，伫仁爱乡的多德部落，因为部落的一块山坡地是发生土石流，造成2户骑架3台车受损，嘛甲排水设施拢塌掉，互庄仔内的车路变作一条河。另外，前景农场附近嘛，因为落大雨，要去合欢山的第17架山嘛，互大水因甲砍过路面，远方休困一天，退房率有60%。昨天晚上连续的大雨，已经造成了多处的积水，也接到了好数次的土石流、黄色底线。目前我们积极安排游客安全的离开。因为大雨落规工是无得停，互附近的农民损失真惨重。都已经要采收的花田，毋是互土石引起，就是浸伫水内。根据气象局的资料，南投仁爱乡到下晡4点半，规雨量是已经超过670毫米，落这济雨嘛，已经造成真侪灾情。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高中帮这个访问葡萄牙，有公民团体是趁机会踩看板，抗议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性侵未成年，却是去互拆掉。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乌克兰的军方刊文章表示，有200个俄罗斯阿兵伫咧赫尔松的军事基地外口演讲，俄军是甲因当作目标，用海马斯火箭干灭掉。
英国探索到 iPhone 的手机销量减少。不过苹果公布的资料，因的营收有关是比华尔街预期的较悬，有关是市场第一。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德州政府伫咧边境的河有铺动围栅，防止移民偷渡。不过昨日是发现围栅边有一具移民的遗体，所以讲说德州政府是搁去互批评讲无人道。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伊朗常常在附近的商船甲西方国家威胁。所以讲，即阵美国是按算派海军陆战队的军员对船仔航行，保护因的安全。罗西亚退出俄亥协议了后，伊是一直咧攻击乌克兰的粮食设施，这国际粮食的计数恐惊是会大起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伫咧联合国安理会呼吁罗西亚，莫把粮食当作威胁全世界武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月初3伫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国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造成全球的粮食危机，佮呼吁俄国立刻停止入侵乌克兰，莫佮把粮食当作威胁全世界武器。Hunger must not be weaponized. Every member of this council, every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should tell Moscow enough. Enough treating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people as leverage. Enough of this unjustified, unconscionable war. 布林肯佫讲，俄乌战争发生18个月，致使全球1.17亿人陷入惨赤。俄国伫7月17日提出俄亥国务协议，全球粮食的计数已经起超过100%。当时有将近90个国家已经签署由美国起草的联合公布，承诺无以粮食来做威胁的手段。不过，俄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伊是讲，并无把粮食供应来当作武器，也毋捌利用非洲、亚洲也是拉丁美洲来得到利润。颠倒讲，西方国家这些指控，拢是为着把俄罗斯当作妖魔。Двуличие наших бывших западных партнеров еще более четко проявилось в их высокомерном нежелании выполнять вторую часть зерновой сделки. Меморандум России и ООН по поставк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й и удобрений на мировые рынки. 消防人员赶紧灭火，现场如苍苍。乌克兰官方表示，初日透早，敖德萨南部挖近多瑙河港口的伊斯梅尔港，去互俄国无人机攻击，致使粮食储存设施规个毁掉。自从俄国退出俄亥国务协议，乌克兰车仔的安全出口就更加重要。不过俄国却一直选择攻击相关的设施。公司新闻深入为编译。南韩最近是发生几落件杀人的案件，大众拢心惊胆吓。亲像早暗京畿道的百货公司，有人夜刀四架扑，造成14个人受伤。今日早起伫咧大田市，阁有一个高中老师去互堵一刀。除了这两件，顶个月7月2日，伫咧地铁站外口冒自杀攻击案，是害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而且这几大挂恐怖的代志发生了后，网络竟然开始有人要模仿、抢讲要杀人，甚至阁放条要去总统温室的因兜门口放炸弹。京畿道城南市一间百货公司，涂骹是规个拢火，互人看了是真惊。拜四尾仔嘛，才发生恐怖的随机杀人案。一个22岁查甫人，乘赛车去往地铁苏显站外口人行道的人，出来走入去 AK 百货公司，拿刀啊乌白扑，造成14个人受伤，其中12个人伤势是真严重。 그리고 막 엄마 그리고 울고 막 그러는 소리만 들었어. 그래가지고서 내가 있다가 그랬더니 어떤 사람이 올라오더니 큰일 났다고 아래서 지금 저는 어떤 남자가 막 찔러서 지금 난리가 났다고 그래. 그래서 내가 무서워서 도망갔어. 嫌犯去用抓起来了后，是连话拢讲袂清楚。伊讲有人咧甲跟踪，而且想要甲抬，也佫讲长期有不明的组织，请伊去抬人。调查人员讲，伊无啉酒，嘛无食毒，毋过有精神病史。 출퇴근하는 길인데 어제 그런 일이 일어나서 오늘은 좀 더 신경이 예민해진 상태로 출근을 했고요. 다시는 이런 일이 안 일어났으면 좋겠습니다. 南韩的民众会遮尔烦恼，毋是无原因。中国月2日，伫首尔地铁新林站的出口，才才发生有人拿刀啊乌白共扑的事件，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包括这个百货公司的杀人案，拢是经伫地铁站附近人丁较侪的所在，是互民众感觉真惊吓。 이상 동기 범죄에 대한 국민 불안이 극도로 높은 상황에서 이와 유사성이 있는 사건이 연달아 발생함에 따라 시안을 담당하고 있는 경찰의 책임자로서 매우 엄중하고 위급한 상황이라고 판단하고 있습니다. 伫网络顶悬甚至开始流传所谓杀人的预告。警察厅表示，
会依法甲可疑的人士、甲持有武器的人查落临检，嘛要求警方伫适当的时机使用枪或者是电击枪，一定要阻挡类似的案件搁一届发生。公视新闻张如平编译。连接太平洋甲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互全世界货运搁较利便。若无这货船是拢爱驶路驶真远。不过巴拿马运河即阵是因为欠水，决定减少逐工船内通行量。另外有一架载4000台汽车货轮，顶个月是伫咧荷兰的外海着火，即阵是已经拖倒去岸边，无漏油的状况。在着警示声音，运河的围栏豆豆拍开，和过境的货轮通行。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巴拿马运河因为落雨量无够，河量无法度供应河流甲其他的分流，造成运河的水量无够，水位严重下降。为了避免发生船只卡掉的意外，7月30日开始决定采取临时措施，甲逐工通行的船的上大数量降低，为36只到38只降到32只。Realmente la profundidad, la severidad de esta crisis es atípica, es muy alta. Así que vamos a pensar que nosotros desde aquí hasta 30 de septiembre del próximo año debemos estar operando con restricciones de calado. 这只太平洋甲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当出现100年来上严重的扩化，6月才当加强对上大型的船只食水限制。如果这个新措施有可能，予2024年的收益上济是减少2亿美金。7月25日，伫荷兰外海起火的巴拿马籍的货轮弗莱明特公路号车衫互拖去荷兰北部的埃姆斯港港口做维修。这只货轮是离开德国去埃及时阵发生火灾，但当时船顶载运3783台汽车，包括数百台的面炉加 BMW、498台电动车。好在火灾甲救援工作无互货轮漏油，也是沉起，无出现外界烦恼的环境灾难。It doesn't matter that much that there are 500 electric vehicles because there are more than 3,000 petrol-fueled vehicles and they are explosive as well. So the risk to transport these products, these cars, is almost still the same. 根据报案内容，这个起火有可能是电动车的电池引发的，造成1名船员死亡，7名船员跳海逃生的时阵受伤，拢总有22个人得救。若是详细起诉原因，已经有巴拿马海事局展开调查。公视新闻台是董平约。除了中国出招限制囡仔耍手机啊，真侪国家嘛拢有因家己的应对方式。亲像印度一个庄仔头，是逐工暗时7点对单警报声，所有的手机啊、电脑、电视拢爱禁起来点半钟。也若是韩国，是全世界上大性甲网络痴迷当作病国家。说讲印度成立防治中心来预防甲治疗。也若是日本是规划营队，印度安排真侪活动，互囡仔分散注意力，安尼印度袂去耍手机啊。另外，瑞士有饭店提出所谓排毒的行程，伫咧要求的时间内底，若拢无耍电子产品，饭店就会送几工免费的大棒。每天暗时7点，印度南部村巴德冈警报若响了，1点半钟的收费解毒时间就到啊！手机啊、电脑、电视、网络拢爱关起来。救灾小组会一家一户去检查，鼓励囡仔用这段时间读书、写功课。Initially, people didn't want to leave their phones and weren't ready to turn off their TVs. But we managed to convince people that if they want their children to do well in school, the dream of every parent, they have to make sacrifices. 在咧新冠疫情期间，囡仔在咧网络顶上课，上班族远距离工作，水平上用手机啊加电脑的时间正长。对疫情了情形也是同款，最造成注意力无集中、坐伤久无运动、社交孤立等后遗症。有家长就发动这项所谓解毒的计划。The first day was difficult, but now it's become a habit to study for an hour and a half. 所谓解毒的计划效果袂歹，附近有12个村也拍算第一做。不过毕竟是小规模的社区，才法度做会到。在印度，智慧行动电话大量增加，随时拢有7亿5千万支手机啊伫咧使用。资讯焦虑也个手机啊放袂落的情形正普遍。Actually, I'm addicted to social media, and when we get time, we scroll through reels. Yesterday, I spent almost 8 hours on my phone. Whenever I have free time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play on my phone. Without a phone, I would be too bored.
自线顶游戏、线顶买物件到社群软体，甚至是叫外卖。虽然网络建设抑阁无够普及，印度人去年平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已经要到5点钟，是法国人的2倍以上。四成的父母认为家己囡仔手机算甲调调的，真侪大人也同款。My sight was getting weaker and my sleep cycle was disrupted. My social relationships were also affected, and I lost a lot of time in my studies because I couldn't concentrate anymore. 22岁帕迪尔之前手机一直拢放袂落，即马甲使用的时间自一天8点钟减到2点钟，也甲所管的社群口座关起来。这2年也阁定期去看心理医生，长期抗战才行出互手机控制的人生。印度的智慧手机伫2026年会超过10亿机。伫即马全民上网的时代，监管诈骗加假消息，防止手机放袂落，减弱竞争力，是每一个国家拢爱赶紧做的代志。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因为牵涉到推翻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是起起诉。伊即阵出庭，有关是坚持无要认罪，共款讲这是政治操作。虽然讲 Trump 的声势有关真好，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民调，若是 Trump 去互定罪，45%共和党选民都无要投互伊。初三第2个月山庄差不多1公里的华府法院，川普出庭无认罪，这已经是伊今年4月以来伊第3届互人刑事起诉。检察官史密斯以45页起诉书指控川普密谋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佫讲白贼，表示选举舞弊，加州级甲联邦官员施加压力改变选举结果，煽动支持者走入国会大楼，阻止国会认证伊的败选。严重破坏美国的民主基础，所以伊串谋欺骗美国，串谋妨碍官方程序，妨碍官方程序，串谋妨碍公民权利等4大罪名甲伊起诉。半点钟的定审了后，川普要坐飞机离开前，搁再批评这拢是破坏伊国建别强大位的政治迫害。伊也写文章讲，家己互人起诉愈济，理性选愈近。This is a persecution of a political opponent. If you can't beat him, you persecute him or you prosecute him. We can't let this happen in America. Lock him up! Lock him up! 迄天法庭外组织支持甲反对川普的民众立场对立。Trump in jail. Sentenced guilty in jail. Good news is Trump's probably going to get another 5 points in the polls today. DeSantis will probably go down 2 or 3 points because that's what usually happens at every indictment. 目前，川普也是受到基层选民压倒性的支持。伫共和党2024年总统初选领先真济，不过路透社最新的民调显示，连做川普和陪审团认定犯下重罪，差不多有45%的共和党选民表示要甲票投互伊。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美国飞的歌手李佐长期经营的形象是尊重多元族群，呼吁大众爱对家己有自信，正面是正面。不过，即阵伊是去防指控讲性骚扰甲歧视，形象规个去了了。今年初才摕到格莱美奖的美国 rap 歌手黎姿，真正互3个政府者指控伊即场性骚扰含体重的歧视，温暖的形象规个并且根据提告的即个舞者的讲法，黎姿伫训练期间的工作环境是真歹，毋若薪水无照实互因。黎姿阁表因去看黄色的表演，要求因去忘脱伊舞者的身体。管理团队跳舞的人，阁一直侮辱因的宗教信仰含种族。Nobody speaks up because they're so scared for their jobs. I was terrified for my job. They were asked about their virginity and sexual conduct, and sex acts were discussed, including oral sex and masturbation, things that are inappropriate for any workplace. And there's a couple counts of assault and false imprisonment related to one of the clients or plaintiffs. 黎姿嘛，随伫社群媒体发声明回应指控，伊讲家己毋是歹人，阁强调家己上清楚外形互批评的感受，绝对无可能去批评伙伴的体重。但这个讲法原告无要接受，坚持要向洛杉矶高等法院提告。I'm not surprised that Lizzo denied the claims. Civil and criminal defendants deny allegations all the time. And she's denying that any of this happened. We are
happy to present our case to a jury of our peers. 较早例子一直奉认为讲是改变当代音乐界一个真重要的指标性的人物，伊常常用非裔女性的身份呼吁重视人权，支持多元性别群体，嘛鼓励大家爱好接受家己的身体。这一摆拢以大胆的服装来引起 fashion 的话题。这摆指控顶是咧讲例子较早的形象恐吓拢是假。公司新闻两岸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